我是谢二猛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川菜麻婆豆腐。首先，我们把400克老豆腐切块。完成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切制豆腐时大小块要均匀，在烧制时能更好的均匀入味儿。第二，烧制豆腐时要用勺子朝一个方向推，不要用勺子在锅里来回的推，这样豆腐容易碎。第三，花椒面和辣椒面看个人口味适量添加。麻婆豆腐的技术总结完毕。关注头条号美食厨房谢二猛，这里总有一款你喜欢的菜。